Jenny，我問你3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，你是否相信耶穌基督係神嘅兒子？佢為我哋嘅罪死十字架上，並且第3天復活。你是否願意藉着洗禮與基督一同埋葬，並且同基督一同復活，從今以後成為新造嘅人，成為忠心嘅門徒？你是否願意加入教會，成為基督嘅身體，喺 Arise Church 盡心竭力去侍奉，關心弟兄姊妹，去建立神嘅國度？好，我而家為你洗禮。我而家奉聖父、聖子、聖嘅名為 Jenny 施洗。